Hello， 你好啊，我係家父姐姐，歡迎你嚟到網上教室。你叫做咩名呢？好開心喺度見到你啊！我哋要開始課堂，而家會一齊去唱上課了。上課了，上課了，鐘聲響了，手牽手笑一笑，開始上學了。上課了，上課了，鐘聲響了，手牽手笑一笑，開始上學了。小故事大道理，救人勇士司馬光。響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個小朋友，佢叫做司馬光。佢好鍾意讀書同埋思考，遇到唔同嘅問題，佢都會先自己動下腦筋，嘗試揾出答案。有一日，司馬光同朋友仔響屋企嘅後院嗰度玩，大家一路響度跑。其中一個叫做上官嘅小朋友跑啊跑，居然發現到有個大水缸響後院。呢個大水缸好深好闊，比上官小朋友高出好多。上官好好奇，呢個水缸入面裝咗啲乜嘢呢？於是佢就響旁邊擔咗堂梯過嚟，仲自己爬咗上去添啊！爬到上去水缸頂，上官居然想嘗試企響個水缸嘅邊緣。司馬光見到，即刻大叫：唔好啊，好危險㗎！但係話口未完，上官因為跣一跣腳，成個人跌咗入去個水缸入面啊！上官響個大水缸入面一邊掙扎，一邊大叫。其他小朋友見到咁嘅情形，都嚇到呆晒，企響度唔知點算好啊！呢個時候，司馬光同自己講：響危急嘅時間，我更加要冷靜啊！要快啲諗下點樣救到上官先至得。啊，有啦！司馬光叫其中一個朋友即刻去搵大人嚟幫手，自己就跑去水缸度。司馬光首先試下用力推個水缸，希望可以將個水缸推跌，等啲水倒瀉出嚟，就可以救返上官。只不過水缸實在太大個，無論司馬光點樣推，都推唔喐個水缸啊！於是佢就諗第二個方法。佢響花園度搬咗嚿大石頭過嚟，雙手舉起，用力一掟。因為水缸係用陶瓷做嘅，用石頭一掟，即刻就裂開啦。水缸一裂，啲水就即刻湧晒出嚟，浸響水入面嘅上官都跟住衝埋出嚟。司馬光見到，即刻拉住上官，將佢帶離開個水缸。呢個時候，
屋企嘅大人趕到嚟啦，知道司馬光諗到整爛個水缸去救朋友，個個都讚佢係一個又聰明又勇敢嘅小朋友啊！小朋友啊，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遇到危險或者困難嘅時候，一定要冷靜落嚟，思考點樣處理，咁先至可以解決到困難㗎。家父姐姐遊學團。咦？唔通我眼花？大家有冇見到嘢跑過啊？獵豹係貓科動物嘅一種，即係話佢都有同貓相似嘅身體特徵。依家主要分布響非洲沙漠同埋中東一帶。雖然獵豹響大貓之中體型算係比較細，但係又具備咗大貓嘅基本特質，例如壯闊嘅胸膛、纖細嘅腰，頭睇起嚟比較細，嘴巴比較短，亦都有一對好好視力嘅眼睛。闊鼻，細細隻嘅圓耳仔，但係獵豹有個超大嘅鼻哥窿，咁係為咗確保獵豹可以響高速奔跑嘅時候獲得足夠嘅氧氣。獵豹一般重40磅至到140磅度。身長由112至到135厘米都有，尾巴都有成84厘米咁長㗎。一般生活響野外嘅獵豹可以活到10歲度，超過12歲已經好少見㗎喇。啱啱出世嘅獵豹，皮毛嘅顏色好深，唔係咁易發現到佢身上嘅斑點。但幾個星期後，BB 獵豹嘅背脊就會開始長出灰黃色嘅厚毛，稱為鬃毛。呢啲嘅鬃毛對於獵豹嚟講好重要㗎。首先，深色嘅毛可以防止太陽曬傷，亦都可以遮擋大雨。另外，佢亦都係保護色，啡啡黃黃嘅顏色，十足十乾枯嘅野草，可以令其他動物冇咁易發現佢哋。仲有啊，原來豹 BB 呢一身嘅灰黃色毛，令佢哋睇起上嚟好似另一種兇悍嘅小型獵食動物——蜜獾。大多數獵食者都唔會想獵食佢哋，免得有麻煩。當豹 BB 慢慢長大，鬃毛就會慢慢消失，真係好神奇呀！講到獵豹，一定要提嘅，當然就係佢哋奔跑嘅速度啦。獵豹全速奔跑嘅時候，可以超過120公里。120公里有幾快？你可以去試下搭東涌綫，
雖然佢只有時速80公里，但都算係香港鐵路入面最快嘅，大約可以感受下個速度感啦。咁你又有冇諗過點解獵豹可以跑得咁快呢？原來佢嘅腳底嘅肉係特別粗糙，令佢跑嘅時候會穩陣啲。加上比其他貓科類動物長嘅尾巴，令佢響高速奔跑嘅時候可以保持平衡。獵豹嘅奔跑速度真係無人能及，佢仲有個外號㗎，叫做動物界嘅法拉利，即係話佢跑起上嚟啊，好似架跑車咁快啊！唔同嘅動物都有唔同嘅本領，令到佢哋可以喺自然界裏邊生存，真係特別啊！律動時間。響再跳多次首歌之前，等我哋一齊嚟做一次拍子體操啦！拍子體操就做完啦，我哋再一齊跟住首歌做運動啦。踢踢左腳，踢踢右腳，扭下腰，扭下腰，跳啊跳啊雙腿似隻青蛙，扭下腰，扭下腰，轉轉身體，轉轉轉，望向左，望向右，跳啊跳啊青蛙，跳跳跳，再深呼吸一下，耶！
音樂斗知識。之前 Terry 哥哥都有同大家提過，非洲人製作敲擊樂器係非常之叻㗎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介紹另一件來自非洲嘅敲擊樂器啦。呢件樂器叫做 Kashishi， 中文可以叫佢做沙欖，亦都有人叫佢做沙筒喎。沙欖係來自非洲同埋巴西嘅，佢嘅外形係咪好似一個欖呢？佢嘅身體係由藤或者蘆葦所編織而成，底皮就係曬乾咗嘅葫蘆殼，再喺入面放入乾豆或者小石頭，咁就製作完成啦。沙欖嘅發聲原理就好似一個沙錘，佢響巴西係一件非常重要嘅樂器嚟㗎，因為巴西有一種舞蹈叫做卡波耶拉，又或者叫佢做巴西戰舞，一定要有沙欖嘅聲音先跳到㗎，大家一齊欣賞一下。原來要人手製作一件沙欖，一啲都唔容易㗎。要將一條條嘅藤有次序咁樣翹，過程唔可以急㗎，要好細心咁樣做每一個動作，由底部慢慢嘅編織上去。去到最高嘅地方，就將乾豆或者小石頭放入去，最後用藤封口，再做手環。耶！終於完成啦，靚咧！你睇下，有好多唔同款式㗎。小朋友啊，你發現嗎？之前介紹過嘅尖鼻、shakleh 或者今次嘅沙欖，主要都係用大自然嘅植物，例如葫蘆、藤、豆等等去做嘅。大自然真係我哋嘅好朋友啊！
仲係一個大嘅寶藏添。我哋一定要好好愛惜佢啊！好啦，今日又講住咁多先啦，拜拜。齊來做個小偵探。小偵探啊，又係我，唔知道啦。今日呢，我同爸爸媽媽出街，影咗好多相啊。我最鍾意就係影交通工具，但係呢，我影相又唔叻喎，淨係影到佢哋一小部分咋。小偵探啊，你可唔可以幫我認返究竟我影嘅相係邊一種交通工具啊？唔該晒你啊！呢一幅相係邊一種交通工具呢？係單車嚟㗎。咁呢幅又係乜嘢嚟㗎？我都唔知道嘅。哦，原來係巴士。咦？呢幅呢？咁得意嘅？係的士啊，紅色的士添啊。哦，呢架呢都係紅色嘅喎，乜嘢嚟嘅呢？原來係消防車。咁呢一架又係乜嘢交通工具呀？哦，係電單車啊！哦，呢件呢？乜嘢交通工具嚟㗎？哦，係港鐵啊！咦，呢件好得意喎，乜嘢交通工具啊，小偵探？哦，原來係渡輪。喺海上面行㗎嘛？哇！呢件交通工具我應該坐過㗎，乜嘢嚟嘅呢？係啊，就係飛機啦。去旅行嘅時候，我記得我坐過㗎。呢件交通工具好面善喎，佢係咩名呢？係電車啊，香港島先有嘅電車啊嘛。最後呢幅啦，小偵探你睇下。小偵探啊，不
不如你將呢題嘅答案寫喺 Facebook 上面啦。我呢會喺 Facebook 擺我張相嘅，就喺嗰度回覆我，話俾我知呢一件係乜嘢嘅交通工具啦。如果你啱咗，我一定會俾個 like 你嘅，等你啦。今日嘅課堂就嚟到呢度，記得同爸爸媽媽分享下你今日學咗啲咩喎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叮叮叮叮叮叮，下課鐘聲響了，揮揮手說再見，今天再會了。叮叮叮叮叮叮，下課鐘聲響了，揮揮手說再見，今天再會了。